台湾文化创意设计博览会去年因为疫情关系无多举办，不过今年确定伫4月16要来办理咯。这届是以北大岛主题，特别伫嘉义和花莲这个所在，而且用在地文化正做展览的主题。去年台湾文化创意设计博览会因为疫情无办，今年台湾文博会就要伫4月中开始啊。这摆台湾文博会以 Supermicro 数据庙为主题，表示台湾是一座结合各界百样文化、济微小的相信所组织的都市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流程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相信一件事情的方法。所以，当我们愿意共事的时候，这个小小的力量就会开始凝结起来。这摆文博会以北回归线作为发想，按照北回归线有经过嘉义甲花莲两个县市为主题，设计嘉义馆甲花莲馆，表现当地特色文化。嘉义这么样一个作为台湾很多精彩人才的出产地，这一次嘉义馆呢，我们因此选择了教梯纲当做我们的主题，从人的角度来谈职人的精神。我们希望邀请观众们成为我们考古队的队员，然后一起在我们展馆里面踏查我们为大家所采集来的6段花莲的传说故事。台湾文博会4月16开始，伫华山文创园区展览；4月21开始，花博公园甲松山文创园区也会有展出。到25号进前，民众都会使来参观今年的台湾文博会。记者郭碧君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